习近平没忍住说了一句话：“这回你满意了吧？”08年吧，是王岐山在仕途上的95啊。其实后来到17大进入这个18大进入政治局，那个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，又是一块烧饼砸到他自己头上。本来呢，因为他已59岁了，他进不了政治局常委，他就真彻底进不了政治局常委了，也就是国务院副总理，告老还乡了。但是呢，那一年又出了一件大事儿，2011年啊，又出了一件大事儿。什么大事儿呢？是11年还是12年？弟兄们，帮我 confirm 一下，就是令计划的儿子被精心设计干掉啊！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开着一辆小跑车，那辆跑车的刹车系统给他做了手脚啊，刹车油全部漏光啊，液压油全部漏光。大家知道这种高端刹车高端跑车液压油漏光之后啊，你方向盘打不动，方向盘是死的，打不动，刹车也踩不下去，刹车踏板完全失效，而油门踏板也锁死，所以他的车啊，在北四环保福寺桥一带呢，从东向西方向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应该接近200公里，就是因为他完全停不下来，他就撞了路边啊，遮了几个个，就死在了保福寺桥下。车上当然还有2个漂亮的小妞啊，据说是半裸也好，全裸也好，那可能有点夸张了，但是呢，就是有2个香艳的藏族女孩。这个令计划的儿子一死，2个藏族女孩一死一伤，那么这个案子彻底捂不住了，所以当时的常委名单里边是有可能有薄熙来的，也有可能有令计划的，但是绝无可能有王岐山。各派啊，团派、江派博弈的结果并没有王岐山什么事儿。但是随着令计划的这个失势，令谷这个事儿丑闻啊，胡锦涛表现出了他政治上不成熟的一面。胡锦涛说了一句话，叫“没有人性，何谈党性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令计划发现了这件事情以后，跟周永康临时结盟啊，他俩本来是他妈的敌对关系，但是临时结盟，把令谷这个事儿压住。然后呢，令谷已经死了，但是令计划在这个过程中面不改色心不跳，不动声色，没有任何迹象，每天以中办主任的身份陪着胡锦涛出席各种活动，任何人都看不出令计划刚刚丧子。那最后老姜把这个事儿甩给胡锦涛脸上的时候，胡锦涛目瞪口呆，然后问令计划是不是有这回事，那铁证如山啊，是有这回事。胡锦涛当时就决定弃令计划，不再保令计划了。当时说的这个理由就是，没有人性，何来党性？就你就是你儿子死了，你连人性都没有，你为了当官啊？那令计划完蛋之后呢，那就后来就是令完成逃跑啊，什么令计划西山会日落西山，集体进监狱啊，这些事就不说了啊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令计划这一派腾出来了中央常委的名单了啊，政治局常委腾出来这么个位置。那么各方博弈都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又是朱镕基啊，记住又是朱镕基，说你看王岐山可以不可以？那么王岐山既得到朱镕基的赏识，同时呢，江泽民对他印象也不错，胡锦涛和温家宝对他印象也很好啊，因为温家宝对他印象非常好，因为他是主管金融嘛，那温家宝那是他可以说是他的顶头上司，用他用的非常舒服，包括胡锦涛任内的北京奥运会啊，那也是对他非常满意，所以呢，就是团派和江派在他这个问题上出现了空前的一致，也就是说，王岐山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中纪委书记，也是完全没有运作啊，他自己不知道，没有任何准备，突然通知他，你是常委了，那他就这样，就是位极人臣。
朱镕基和江泽民力挺他，这个胡锦涛也同意他在中纪委刀把子这个位置上担任，主要是认为他可能会对自己的门徒们网开一面。但是谁也没想到，王岐山上任以后跟习近平两个人啊，就是旧情复燃，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陕西知青。结果呢，他给习近平在这个位置上，那充当了一个恶犬的角色、鹰犬的角色。他的所谓的厂公这个外号，王公公这个外号，就是这个时候王岐山就彻底落实了啊！大家就是对他的印象由救火队长，之前他的外号是救火队长啊，那能力是非常强的，哪儿出事儿就让他上哪儿顶，变成了9000岁厂公魏忠贤。因为他抓人抓的实在太狠了，我记得他在任上抓副级、正副级领导及以上抓了440多个，而且主要都是江派啊，江派团派也有，主要是江派。那把江泽民和朱镕基伤的不要的，那这个就简直是完全没有看准他的执行力又极其强悍，所以他在中纪委的位置上，那就是简直是摧枯拉朽、犁庭扫穴。替习近平完成了习近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就是中央集权。以习近平的能力和习近平的背景，以及习近平的智力，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，他就是一个儿皇帝。但是没想到王岐山这样的人做习近平的臂膀之后，从习李体制改为习王体制之后，短短5年时间，基本上就把江派的半壁江山都给他打的，这个一败涂地啊！这就是王岐山一个人的功劳。所以，王岐山对于习近平来说，那是效了犬马之劳。2015年的时候，2015年、2016年，就是又要换届的时候。习近平运作连任呢，政治局的常委及前常委几乎是没有人支持。这个时候又是王岐山替习近平，跑前跑后，把前常委的所有的身边的人的小秘密啊、贪腐证据、铁证，一个一个的做成啊，就几页纸。非常精炼的铁证如山，每一家老常委往他的桌上拍一次，连任这件事情同意还是不同意？同意呢，这张纸呢就烧掉了；不同意呢，这张纸呢就公开了，啊，就进入流程了。那所有的人，前常委都有子女啊，都有儿媳妇、什么女婿、孙子、孙女，个个屁股下面都有贪赃枉法的事情。那按照10万是大案、100万是要案的中共的反腐条例来说，那个个都可以25年、10年，甚至死缓。所以这个连任就水到渠成。那么我再跟大家讲，可能没有人讲过，就是习近平对于王岐山的承诺是什么？承诺就是我连任，你连任，啊，咱俩都是终身制。我是国家主席终身制，你是国家副主席，你也终身制，咱俩都是终身制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啊，这样你总满意了吧？所以王岐山呢，给他办了这件事情。在他们两个得逞，真的连任宣誓，按照宪法宣誓的时候，习近平没忍住说了一句话：“这回你满意了吧？”大家看唇语就是那句话：“这下你满意了吧？”王岐山当时在宣誓，宣完誓之后说：“满意，满意，满意，满意。”虽然麦克风在关着，但是你们看这个唇语非常简单：“这下你满意了吧？”满意，满意。这就是连任。中国共产党啊，连任得以实施的真正的原因。